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共哈吧》，我是敏华。我们现在在阳明山竹子湖，而后面的发射站就是讲课电台的发射站。106年6月23号，对讲课电台来说呢，是一个大日子，因为今天开播喽！主持人可以透过麦克风在空中跟大家相会，而开播那一天呢，也非常精彩，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喽。透过麦鼓，总统蔡英文发声，为讲课电台发出第一声，象征正式开台。共看共谋天台，让它正式开播。总统蔡英文做客家发布面纱，出席讲课广播电台的开播茶会，全程以客话致辞，推动全国共客风气。感谢中国蔡英文做重作，改革政府听说全力进客家，山推吕威文客家助总理朱总话面前。蔡英文强调会全力挺客家，开播现场更是贵宾云集，节目表演也很精彩，客家八音率先登场。为了庆祝共客天台盛大开台，开台记者会还邀请了3位重量级的金曲歌王谢宇威、刘孝熙、罗文玉接力演唱，用麦鼓唱出属于客家改歌曲。天台节目动作如动车，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。讲课电台正式开播，希望让客语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讲课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喽！你们都锁定 FM 105.9吗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学到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节目，节目，节目。第二个词呢就是麦克风，麦鼓，麦鼓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电台节目很丰富，电台节目动作如动车，电台节目动作如动车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记得要锁定 FM 105.9哦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